Pad Thai. Have 6 minutes. Maybe have 2 music. Maybe 1.还有一首啊，maybe have one minute。叫靓女啊，不管年纪大年纪小都叫靓女。看一下他们。哎，这是个呢，这是个人家是。这是个人家是。这首没有。抖音里面有首啊，有的一首啊，新的歌。Have one music, maybe in 抖音。Should you have a music list? He sent me 43 music。视频拍边解说吗？啊，视频解说。我只谈我自己是简简单的，只能说表达一下。他们能听得懂？应该听得懂点点。听不懂。
Remix，哦，没有这个有是那个 Remix， 已经没了。这首歌有点这个很熟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。这个没版权随便放，这个我放心，不像那个沙巴子那个。这个歌好了，说在罗马那边放了很多。那个 in Roma Square 是准备的player。摇一摇的那个，这个以前那个一个小女孩小芳，她这个给我表演，她单独给我跳那个就是这首歌。但是我有好久没看到她，因为我现在在境外，她在罗马那边，她也是在境外 building 这边，境外大厦那边。跟荣找吧2个，以后给他做个专辑算了，多拍一点，然后把它剪出来。很妖娆，也跳的啊。他们好多都会跳这首歌，就在景外村这边比较少一点，景外城这边少一点点，没放过这个。
后面，后面拿起手。